台湾话沾手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目手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一沾手，例这物件垃圾，你莫来目手。这东西很脏，你不要来沾手。示意二插手参与，例这款代志你唔通去目手。那种事你别插手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